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名字的意义是带来痛苦的人，他的人生的起点并不欢乐，反而是痛苦的代名词。也许是他母亲难产，也许是他出生的年代有战乱或者经济之苦，就好比我们现在出生的孩子，他也是属于在一个痛苦的时代。所以首先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也许你的原生家庭不祝福你，也许你有一个带来让你痛苦的孩子，但无论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都可以用这首诗歌的内容来祝福自己，求神扩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为你的痛苦，为你的需要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主，我们感谢主，让每一个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的人，主啊，求你来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过去他们的人生充满了痛苦，或者他的孩子，或者他的爱人或家庭，他的工作，主啊，好像是你的生命当中只有让每个人挣扎的地方。但是你真的借着这首诗歌，借着这个雅比斯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仍然要求你来扩张我们，我们仍然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仍然要求你来赐福我们，让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只要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再一次，这个诗歌来在神面前将你刚刚的祷告完全的献上。真的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带来痛苦的时代。但是我们一样要用雅比斯的祷告，一样为我们的城市来祝福，求神扩张我们的城市，扩张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无论走到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一个被束缚的国家。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城市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地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我们城市的人都是有尊严、有尊荣的，因为我们神是神你的孩子。主要当我们牧师我们的基督徒站立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主，我们就是知道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教会是可以安慰众人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开口，为了我们的牧师，为了在这里每一个辛勤服侍的首长、领袖首长，每一个团契同工，每一个你所知道的服侍，包括若你是那个服侍的同工，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团契，为你的首长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我们的教会是可以帮助别人、给人安慰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开口。主，我们感谢主，赞美你。主，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面前，主要是这个真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地方，让有许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当他们承受许多痛苦的时候，主要我们教会是可以安慰人、用口舌造就人的地方。
长我们的境界。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更加添我们持续呼求的能力，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懂得用仰望你的作为来站立。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起立，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热情，驱赶所有负面的情绪，大声宣告神的圣灵正在这里来运行。我举手向祷告的灵呼吁。我
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我们要来呼求主圣灵他的名字。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
是的，慈爱的父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因你宝血信实完全。我们心中渴望能见你的容面，述说你奇妙柔美。神啊，愿你的恩典普降在每一位渴慕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里面看见你的完全，让我们在里面看见你的医治，让我们在你里面看见你的荣耀跟复兴。神啊，清心渴望遇见主的，就必能得到恩典跟祝福。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蒙神的眷顾，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蒙神的赐福，享受丰盛满满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立哈。我们今天特别要用祈念10条诫，上帝10条诫来见证神在跟我们所许下美好的约定。我来念第几诫，然后你就跟着念这个10诫的内容。好，第1诫，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明。第2诫，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下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千代子孙。第3诫，不可滥用我的名。第4诫，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上主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第5诫，要孝敬父母，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第6诫，不可杀人。第7诫，不可奸淫。第8诫，请翻，不可偷窃。第9诫，不可作假证陷害人。第10诫，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别人的妻子、奴仆、婢女、或其他东西。感谢主，愿神透过10诫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完全、更丰盛。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节有2段，第一段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8章13至14节，请。上主说：假如你们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在那天做私事；假如你们尊重这圣日，不在那天履行工作说闲话。14节，你们就会从我获得喜乐，我要使你们在世上到处受尊重，而你们要在我赐给你们祖宗雅各的土地上享安乐。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第2段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0章24至25节，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接下来，我们请圣歌队来献诗，他们所要献的诗是我要因耶和华喜乐。献诗后，我们请夏牧师来证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守安息圣日的祝福。
赞美主，我们用掌声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谢谢圣歌队在今天第2堂礼拜稍微交换了一下，我们之前都是圣歌队唱第一堂，那我们的小组唱第2堂，那我们可以领受这个四部合唱之美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在安排主日小组在献第1堂的时候可以分享。我们今天有请郭秀香姐妹来分享在小组里面所得到的祝福那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守安息圣日的祝福。我们先来祷告再开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圣日，主你的安息日。主啊，愿今天我们在里面不是一个仪式，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神有美好的相遇，我们在主里面享受从守圣日、安息日所得到的恩典跟祝福。这样的恩典是神特别预备的，特别应许的，特别加倍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前3个礼拜呢，牧师连续用奉献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题。那主要的主轴是说，圣经里面记载奉献是得蒙祝福的一个部分，所以牧师有这个任务，或是有这样的职责，分享给大家这个恩典，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是一个恩典因为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立场来看，好像奉献就是损失嘛，奉献就是挪出一部分来嘛。但是神说，这是借给神的，这是神要加倍祝福的，帮助穷人也要得神的恩典跟亮光的。那同样的，今日我们要分享的安息日，主的圣日，也同样带有神特别祝福的部分。那所以牧师会特别强调，或是特别分享给大家，好像我们说有好的要分享给大家，不法人哉。那安息日的祝福，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在给我们分享，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做复习了那我们要先来谈说，为什么有安息日有安息日，而且牧师要加的圣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了解厘清了，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样的重要，这样的恩典，其实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他已经设定了这个安息日的基础了。那当我们回到上帝整个创造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抓到神祝福的一个源头那首先第一个是上帝完成创造的工作，就是神最原始的安息日的定义。圣经这样说，上帝赐福少一个赐赐福给第7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意思是说，当还没有当人类被创造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安息日设定好了。他说圣化，圣化的意思是说，普通我们时间按表超过一直吵，一直跑一吵，但是神特别圣化了这一天，因为那一天他完成了创造，一个完美。圣经记载说，上帝看着是美好的，他每创造一天有早上有晚上，上帝看他是美好的，然后最后完整的美好就是完成了创造，所以他是歇了工，这是我们最原始安息日的根源那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安息日，犹太人还在守安息日。那他们怎么守呢？他们的一个安息日的 Sabbath 就是从犹太的历法一个星期的第7天呢，他们还按照原来的第7天来安息。那但是他们的时间的算法跟我们现在习惯的用法不一样，它是从公历，就是我们的西元的历法，礼拜5的日落到礼拜6的日落。换句话说，他们的开始的时间是这个日落时间开始算新的一天了。我们现在习惯的算法就是一天24小时嘛，那过5月12点就新的一天嘛。比如说我们今天是3月10号，那凌晨12点就3月10号的第1个小时但是犹太人他们用这样算法，
就因为按早期有早有晚，所以从晚上开始就休息嘛，到隔天。那从这个安息日，希伯来文的 Sabbath 这个意思应该是停止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事情圆满了，就好像我们做一些个案或是案件完成了，哎，这个很欢乐，很喜乐啊，把这个事情办得很完整这样子哈。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在过安息日的一个图画，他们会全家守这个晚餐，然后吃这一些这个面包，然后享受一个安息日，就是很多事情就不做了，就把它歇息下来。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常常跟他的门徒，还是跟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讨论安息日的意义吗？其实后来犹太人把安息日有一点类似把它实施到做好彻底。如果有一些书籍或是电脑的就是网络的讯息，你们看见说他们守安息日守到我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牧师就有一个经验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参观去游览你在他们安息日，我们一般外面的人还是照样去旅游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旅馆，比如说有10层楼的旅馆，有电梯嘛。犹太人守安息日不能走多远所以你如果从1楼到10楼，那个楼层那么高，就已经超越了安息日的那个距离了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你注意看他们犹太人在使用的饭店但国际旅馆可能有改变，但是他们传统旅馆没有1楼、2楼、3楼的按键，没有，你就走进去了，对不对？你就站在那边不动，然后那个电梯自动1楼停一次，2楼停一次，3楼停，你就走出来，那就不算走距离了，很有趣他们就觉得好像你看着觉得很幼稚，但是他们就守得很齐所以耶稣不是才跟门徒他们有时候在安息日摘了麦穗吗？安息日去救一只跌下那个坑洞的牛或是羊吗？或是在安息日去救助穷人吗？可不可以？哇，真的很争论啦。不过我们是可以从这边看见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是修经的不是庆菜，就是认真的守，而且守得很照规格来。到现在全世界各地，犹太人在他们的社区都有会堂，然后去那边守安息日，或在家里守安息日，这个是让人家感觉非常惊奇的一个犹太人的传统。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看这个是安息圣日，也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圣日呢？我们一个转折旧约的圣经记载，神经过6日的创造，到第7天歇了他创造的工，并定为圣日圣日。上帝不是休息，而是停止。也就是说，他不是累了像我们工作太累了，精神不济了，他是停止创造。所以它是一个圆满的结束，而不是他累了要休息。这个是圣日或是安息日原来的重要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在第7天歇了他的工。安息日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是按照他创造的美意，给他所创造的人的一个最美好的休息。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在主日来复活，那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奇妙的转折啦。刚刚我们不是说第7天吗？第7天，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完美完成了，看作是好的，就休息歇了他的工。但是你注意看，耶稣是在第7天的7天的第1天，那上帝在第7天，然后耶稣是在第1天，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守主日的原因啦，所以圣经记载说，7日的第1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约翰福音的记载表示说，我们今天是已经很确认在主日就是7天的第1天，等于安息日过后。所以主耶稣在礼拜5
礼拜五，他不是被钉十字架吗？他在下午3点的时候断气了嘛。其实那个时候就刚好要进入安息日了。在犹太当时，他们不是守逾越节吗？来安息日，所以耶稣的死也算是进入安息。然后整个安息日到礼拜六，然后又到隔天的第一天的早晨，耶稣复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徒借由耶稣创立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在守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用主日啦，用主日来代替安息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哈，很重要的转折。今天的礼拜日是因为基督教会建立以后，以复活的日子第7天的第一天，所以记得我们礼拜天哈，其实是第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换句话说，我们习惯说礼拜一、礼拜二，不是第一天，礼拜一是第2天的。你知道日本他们没有要讲礼拜一、礼拜二，很像英文的，对不对 ？Monday、Tuesday 也没有1跟2啊。好，日本人他们什么日曜日啦，什么土曜日，就金木水火土的，所以我们会被误解说，你们的礼拜一是第一天，因为我们要上班嘛。其实第一天是今天，这个也是个不是常识啊，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是把它新约时代的教会就认定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成为我们的主日，也是我们的圣日这样子哈。好，弟兄姐妹，那你说耶稣复活的日，上帝歇了他的工，这些都很好啊，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守呢？为什么守安息日呢？基督为什么要守呢？尤其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是第一代的信徒，或是你来到富强教会，你可能很顺，就是非常自然的会被介绍到小组聚会。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他很认真参加小组聚会哦，那他以为说，那我就有参加聚会了啊，那跟守安息日有什么关系？我来参加那个小组聚会很棒啊，很好的分享啊，大家在一块很快乐啊，就够了。礼拜天跟我无关，因为一大堆人我也不大认识，算了。那真的，我们如果说我们用世间的话，就是说那你真的亏大了，你没有掌握到主日的祝福了。小组很好，没错，但小组是属于交谊、分享、代祷、关怀，还有造就。但是主日跟小组不一样，主日是一个大的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主日是为了要来朝见主，所以牧师要分享说，那到底为什么要守安息生日？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念的10诫，有没有？10诫的第4诫就这么说了，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上主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但第7天休息，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换句话说，在每一天你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工作，很怕拼，好活出荣耀来，活出神的子民的荣耀。但是你不要丢掉这个第7天荣耀的日子去领受祝福，因为上帝把第7天看为圣日啊。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是以主日来看作圣日嘛。那你有没有去掌握到说，这个圣日跟我平常聚会、晚上小组聚会、白天小组聚会、普通时间大家邀在一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神所定的日子，而且是在神的殿中，上帝的殿、上帝的住所一起敬拜，那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精华的意思。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在描述安息日的重要。利未记23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下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你们要宣布这些节期为举行盛会的日子。”耶和华对摩西讲的，在早期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凝聚，准备要出埃及，上帝就已经宣告好了。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无论是他们是王国，在各地流亡，他们都守安息日，因为他们很遵从上帝的规定。第3节他说：“
你们一周可以工作6天，但第7天是安息日，你们要休息，举行盛会，不可做任何工，无论你们住在哪里，都要守耶和华的安息日。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动脑的时间太多了，劳力只要休息当然就恢复了，动脑的可能要安静，或是休闲，或是到郊外走走。所以其实上帝已经宽容太多了。我们今天都周休2日啊，对不对？不只是1天呢，休2天。听说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已经在规划1周3天了，休3天，而且他们还做调查或是做研究。听说3天的工作效率更好。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台湾都普遍实施周休3天。那老板会不会哀哀叫？他如果业绩好，他就不会了。他说：哇，我们的员工休息可以创造力更多，因为是用脑啊，又不是用劳力然后像手工一样做3件，做1天就多很多。脑筋动得快，他反而效率更高。那所以，上帝原先7天休1天就已经是最低底线了，现在何况我们休了2天，甚至有的休3天这样子。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主日，要在礼拜天，要在圣日来朝见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邀请。诗篇84篇1到2节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换句话说，早时的诗人，他们喜爱到上帝的殿，是用那种全心全意的一种追求了说我多么渴慕你的殿宇，我要整个身心，不只是人到心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敬拜赞美开始的时候，邀请你一起热情的歌唱，举手拍手，是因为我们是全身心的敬拜，不是口动一动心在外面诗人他这样的介绍给我们，那我们就跟着做啊，因为神老早把恩典放在里面了啊。因为你朝前上帝，神给你什么恩典呢？你看诗篇42篇3到4节说：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42篇就是我们常在读的，说如鹿渴慕溪水，有没有？渴慕神其中有一段话是在敌人在讽刺说你们上帝到底在哪里呀？你还怎么敬拜啊？有没有真的上帝在哪里呀？那诗人就讲说：我从前跟众人同住，领他们到上帝的殿，大家用称颂的声音来守节。换句话说，他们一段时间因为国家亡了，或者说被流徙到各地了，连到上帝的殿敬拜都没有，他们就很怀念他说我从前表示他们多么怀念那个到神的殿敬拜，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那种喜乐。那等到没有机会去了，那就感到非常的可惜另外还有诗篇65篇第4节，他说：你所拣选带来住在圣所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将饱尝你住处的美善，你圣殿的喜乐。就是被拣选不是随随便便而且这个圣殿的重点是大家同心聚集，不然你平常来礼拜堂空空的。虽然到礼拜堂你可以灵修，你可以静默，但是记得是大家一起守节的喜乐。所以人心就是圣殿，一群基督徒同心的聚集也是圣殿。那来到上帝的住所，他说是多么的有福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第2堂礼拜，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从外地来做礼拜我们如果家住在附近，你真的多幸福啊！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有的住在新化，有的住在善化，有的是在嘉里，有的是在安南区，南区的有的住在嘉定，有没有？在高雄部分，他们渴慕神的殿宇，来到这个圣殿敬拜神。那你住在附近，你如果没有那种心意渴慕，你会觉得说好像还蛮远的但是
渴慕就不怕远，对不对？以前有我们现代人啊，因为弟兄姐妹大家工作的范围有时候都很远了，要交通很远。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住在新竹，他要到台北住台北要上班，每一天要通车通那么远，因为他为了工作，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你同样的渴慕来神的殿宇啊，再远你都不会觉得远。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你现在能够骑着机车不到几分钟，开着车，能够很顺利来到教会敬拜神，而且交通啦、场所啦都准备那么好，我们就怀念到说，我们的祖先呢，我们在台湾有教会以后，我们的前辈他们怎么样敬拜神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非常经典的故事。有一位叫做李家松牧师，他已经大概过世40年了啦，过世40年了。他在当时要在年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100年来》，等于是他的回忆录。他写100年来，他会写他家族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我们现在长老教会不是庆祝160年吗？他当时写的100年，就是他在纪念前100年基督徒领受的恩典，特别是在台南，因为他是我们以前台南县的冈林，有没有听过？左镇区的冈林村呢，冈林里。现在冈林可能大家不大注意，但是有那个什么高地，有一个高地在看那个云海很漂亮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乌山呐，里面到很偏僻的地方，很多人喜欢去那边，因为那边空气跟天气非常好。他就是从这边出生的，冈林。他写的这本书呢，他也提到他的祖先，他的曾祖父就信主了，等于是台湾有教会，他们的家族就是前几批信主的之一啦，前一批信主的之一。然后他写了一段，当时他们的家人信主之后去做礼拜的故事，听起来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我先讲一个开头，就是说，当时在冈林马雅各医生来到，不是现在的看西街那个地方吗？那个以前叫5条港，在运河边设立了一间诊疗所，就是新楼医院的开始，在那边做诊疗。那个时候，在地的台南士绅很排斥，因为第一个外国人嘛，第二个你用西医，那我这些中医怎么摆在哪里呀？所以反倒是在郊外的这些当时的西拉雅族，他们传说一个很奇妙的传说跟故事，就是说我们有红毛亲戚啊，外国人是红毛对不对？红毛亲戚，他说对我们很好。他们一听到说有外国人是红毛亲戚，他们的祖先曾经告诉他们，原来今年是荷兰人来台南400年嘛，当时很多荷兰人的牧师来传福音，所以很多当时在整个台南平原的有6个社的原住民就是这些西拉雅族信耶稣。但是后来因为郑成功来了嘛，38年不得不这些原住民就有点被逼了，或是被收买土地，他们就只好移到山区去了。那冈林这边的住民就是当时的在台南平原的原住民的后裔，然后他们的祖先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有那个红毛亲戚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郑成功从大陆带来的这些军队啦，我们所说的汉人啦，对他们是对立的嘛，所以感觉他们认为红毛亲戚对我们比较好，因为当时的荷兰的牧师还教他们怎么讲新港语，用白话文把它编成新港语，教他们认字、读圣经，甚至曾经在现在的咖喱那边以前叫萧陇，曾经设立一间学校，有人说是神学院，但是主要是老师的学校，怎么样教导这些原住民来当老师，来教导他们这些原住民来认识
真理，认识智哈。那这些故事，我说一个渊源就是，这些祖先他们有宣传说他们的祖先就是红毛亲戚很爱他们，所以当马雅各医师来这边开医馆的时候，在冈林的这些原住民，我们说西拉雅族的后裔，他们有生病，他们觉得我们是不是来找这个外国人来医治？果然，因为当时的西医的医术很好，很多人得医治了，所以他们就对这些红毛亲戚非常好的印象，他们就想要常常来找马雅各医生。但没想到，故事是讲到马雅各医师开不到多久，就被在地的汉人把他排斥了，赶他们走了，说他马雅各医师做什么坏事啦，还挖什么小孩的心肝啦，要做药啦，反正就是一些诬陷所以他们只好怎么样？怕危险，又迁回到高雄的旗津，那个当时叫旗后，因为那边有英国人得到满清政府的允许，在那边设立一个港，而且那边有他们的领事馆，而且还有医疗所，所以马雅各医生等于是回到那边继续看诊也传福音了。好了，那当时呢，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2个纪念开创的第一间教会，一个是在台南的太平境教会，一个是哪里呢？一个就是在高雄的旗后教会，因为这2间他们都有不同的来源哈。因为如果照根据地来讲，现在也有个康熙街，但是康熙街后来没有设教会，是设在太平境，所以太平境是第一间台南的教会。但是在旗后的医馆，他们也在做敬拜所以他们2间都同时认为说我们是台湾的第一间教会。没关系，这个是很好的故事啦哈。那重点是什么呢？李家松牧师他们的祖先呢，因为很渴慕上帝，而且很想，比如说刚好借这个机会，有一些族人呢有病痛，可以去给马雅各医生看，所以他们就决定了，既然搬到旗后，我们也要去，从冈林走路到旗后。那牧师收集了一些资料，李家松牧师呢，他写的这本书叫《100年来》，等于他的回忆录，他写了他祖先怎么去敬拜神的故事哈。一段短短的文字很感动。他说，从台南县山地崎岖地方的冈子林，因为以前台语就公阿拿嘛，我们现在把它缩写成冈林，到高雄旗后，在100多年前，曾祖父要率领一家人去旗后看马医生，并听到做礼拜。什么时候呢？礼拜6的大清早，天亮前，等于是大清早哈，准备太阳出来前，他们就带着火把出发，一起往哪里走？往南走，因为冈林在北边嘛，往南走。当时他们走的路线呢，牧师也没有很直接的证据跟资料，但是我们确定不是走现在的省公路，因为省公路当时还没有。当时在100多年最好走的路，可能反正是现在的台山线，因为他们从冈林沿着溪谷沿着溪谷走过木栅再经过旗山那边不是有溪谷吗？可以绕了那个我们现在的高屏溪因为西边就没有什么阻隔嘛，就走，一直走到那个旗津。里面还记述说，足足1天1夜的路程，请记得要去做礼拜，要走1天1夜。在礼拜日早晨才能够到达旗后，期间呢不是那么平顺哦，因为劳顿三餐不定，还有土匪出没。过路人不仅财物常被抢劫的危险，就生命也常有难保之虞现在是清朝统领的，当时已经清朝有台湾划入清朝的领土了，但是其实他们统治的地区统治其实是在平地而已，山区他们就管不到了。所以我们不是之前看到一部电视剧吗？在那个垦丁那个地区的人，他们根本管不到清朝管不到，所以山区就不在他们管辖范围的所以都要当地的住民都要自保。好了，这一群冈林的子民，他们怎么样
敬虔来敬拜神。他这样说：曾祖父与家人必须携带粮食、枪械跟鸽子3样东西。他挑担子啊，挑这些东西。他说要一群人啊，他说鸽子是等一行人安抵其后，在礼拜日上午把它放出，使它飞回缸子林。他们家人看见了，就可以放心，知道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其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今天算是150多年前了。他们族人为了要去敬拜神，单程1天1夜，那回程呢，也是1天1夜，所以等于2天2夜。一个礼拜我们是周休2日，他们一个礼拜是走2天，周休一周运动2天。他们是为了要渴慕去做礼拜。起初我听了这个消息，我以为说，会不会是圣诞节啦、复活节啦，或是要举行圣餐，我们才一起组个队去参加？后来看到马雅各医生，他是宣教师嘛，他要写报告，用英文的写叫 messenger， 送回英国本部，写他接触这些百姓信主的故事。他特别讲到说，在木栅北边10几里的一个冈林，有一群人，大概50多人都信主了。他们是每个礼拜，他是写每个礼拜，就是组一队来。哇！我们今天看跑马拉松，我们教会有人会跑全马的，才40几公里。从冈林到其后多远呢？我看了一下 Google 的地图，他这样写这个是冈林，我们左镇区的冈林他们从冈林到旗津一共93.5公里。他有写说，你如果骑机车，按照现在的速度要骑2个小时，那开车也差不多嘛当时他们要走1天1夜。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看到这么夸张，我们跟我们比起来差那么多。我是在跟大家分享说，当你有这样的信仰，在远途都不觉得远。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渴慕，要见主的面只有住在礼拜堂的对面，你都觉得很远。我们常常有在讲笑话说，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最迟到、最晚到的就是住在教会的附近，因为他们觉得反正时间到了再去嘛，他就摸摸拖拖。人家从新化、从善化、从远到了都已经到了，所以远到了反而是最近，那最近的反而是最远。感谢主，我们从这些感动的故事，听说这个李家松牧师他学问很好他到国外去留学，他常讲这一段他的见证，很多外国人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我们不要讲这个很特殊的例子啦。早期呢，像谢牧师啦，他们在家，他们从他家走到教堂也是很远而且要经过溪水有时候要先把鞋子先扛在身上脚走过溪水擦干再穿鞋你说以前在乡下这种情况很多啦。通常小时候的主日学小朋友有时候父母亲没空陪你他自己先上主日学，他们沿路走玩走玩了一两个小时是很正常，很像你去上小学一样。但是大家乐在其中，而且不缺席，因为觉得去教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能够很方便、很顺利来到教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另外一个是耶稣也守安息日。福音书中，耶稣常与宗教领袖争论安息日的意义但他确实也跟着门徒一起守安息日。还有一个点，当然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25节，他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我们其实基督徒都存着一个谨慎的心，是因为神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我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神祝福的一个来源。那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因为我有守安息日，就得到一个属灵的确据。因为当神临来近的时候，他是没有预兆的，没有预告的，所以我们用警醒的心要守圣日，就是这个原因。最后一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欢庆主的复活。为什么我们现在把礼拜日说礼拜或是
崇拜，而且他们讲说欢庆。你们会以为说奇怪，怎么老是礼拜天欢庆什么？其实我们礼拜天因为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来这边是欢庆主复活。每个礼拜经历了神的复活，上耶稣的复活，所以他有一段话，我们给我们一个暗示或是一个预告。诗篇118篇22到24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匠人被丢的，但是变成了房角的重块的石头。我们知道以前盖房子不是用钢筋啊、水泥啊，或是挖地基啊，用连续壁啦。以前呢，要用很重的石头当房角石，让你房子盖起来的时候不会被挤压，它变形了，那房子就盖不稳了。那用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就成为教会的基石，因为他3天后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从这样奠定了救恩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有安排美好的敬拜，有献诗，有牧师来讲道。其实你记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要领受死而复活的生命。来这边是你要领受的，不是参加一个仪式或一个节目啊。你觉得今天不错，是献诗很好啊，那就享受这个节目，不是，是你要亲自经历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经历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在主日聚会，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敬拜他，不只是纪念而已，都要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说，刚刚我不是提及说，你平常在小组参与很好，你有 RPG 祷告，你分享关怀啊，一起做很多活动，都是很好。但请记得，不可缺的是，在主的圣日要来守圣日，要来敬拜神，要来经历死而复活的神。重点更是我们弟兄姐妹同一个时间聚集，那个一群基督徒同心聚集，那里就是圣殿。那这个圣殿所带来的祝福是神所特别设立的。最后牧师要分享说，我们守安息日有什么样的祝福了？刚刚我不是说牧师的任务要告诉你，我们奉献是一种祝福，一种领受恩典嘛，神的赏赐嘛。那同样守主的圣日也同样得蒙祝福，得蒙恩典，得蒙赏赐。第一个，因为上帝赐福在安息日。上帝在安息日停止工作，人因为守安息日，代表顺服敬畏上帝，也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跟身心灵的恢复。换句话说，上帝在创造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这个个体，或是我们这个身体他把你设定一个休息的时间，一个身心安顿的时间，是为了让你重新得力嘛，为了让你重新得到智慧，重新得到生命的那种能力。不是说好像我低着头一直猛着一直工作，你就会得到效率，而是神让你一个生理时钟一样，让你休息安顿下来，然后重新得力。这是礼拜天我们在敬畏神、学习上帝停止工作，我们也一样停止我们的身心的劳动，然后再专心来敬拜主，得到的力量。所以身心灵的恢复是上帝赐福安息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我们要像以赛亚书58章所给我们的经文所记载的，他说我们要得到尊崇跟安乐。假如你们守安息日为圣日，你们就会从我得到喜乐。守了，你就会得喜乐，而且要使你们在世上受尊重。而且更重要是，你们要在我赐给你们祖宗雅各的土地享受安乐。现在话语呢，牧师这个台语我们就不念了这段话我们如果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读了记住穷人奉献得到的祝福吗？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在前面的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读了第10节，你看还有印象他说：假如你们给饥饿的人吃，使穷困的人得满足，
你们四周的黑暗将变成光明，黑暗变成白昼。上帝应许的祝福是记住穷人奉献，然后接下来就是守安息日的祝福了。等于10到11节之后，13、14就记载了这样的祝福。我们再整理了这个58章的14节，他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第一个，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在那天做私事，因为尊重这个圣日。我们是心态上尊重神。那你既然尊重神，你会把私事挪在别的地方做，而不是在抢夺了上帝祝福的时间。了解我意思哈？就好像说你的妻子或是你的妈妈煮了一桌好菜，你说我先忙别的，餐桌上的美食你竟然把它错掉，等到要上桌吃饭冷掉了，味道都失去了。我们不是喜欢到店里面吃好吃的吗？为什么有的好的菜都是现煮的，马上煮的？那同样的意思，我们是要在圣日领受神的祝福你把这个时间挪开了，那你就失去了最美好的部分。第二个，他说我们会从上帝得着喜乐，守圣日会得喜乐，是神应许的。第三个，他说你在人际关系，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亲朋好友之间会受尊重。一个守圣日的人，他一定是非常较起刚的，做事情会非常有板有眼的，你会被人家看重，因为你是守信所承诺的人。所以他所延伸出来的，有时候这个等于是神给你额外的好处。守安息日不是单纯的来这边1个多小时，那回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是因为神衍生的祝福就是附带在这边。最后一个很重要，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关系。他说要赐给你们祖宗雅各的土地享安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一直承继这个美好的产业，不会断掉，不会断掉。我们台湾人不是讲好鸭不过3代吗？神的应许是说，当你守主的圣日，你要在祖先的产业继续享受。什么意思？神赐给你家族的产业不会损失。我们常听到有一些新受洗的基督徒，或是他在讲他的故事，都常常讲说，哇，我的什么阿公阿祖那一代是大地主了，从这边看，从那边的地都是我们的，现在都不是了，因为可能出了一个不孝子，或是撩不要囝，把那些家产都败光了，赌博啦，或是被骗啦。那等于我们的家族要兴旺，都要一波一波来，得到了又失去，得到了又失去。但是神应许说，当你守主的圣日的时候，你要继续享受你祖先所承受的产业。换句话说，好，我在这一代我知道这个信息了，我要怎么样把我的产业留着呢？我要把我家族的事业继续兴旺呢？你记得要守圣日，因为圣日神给你应许，等于神帮你把关，神帮你承继或是守这个产业，让你的子孙，那是神给我们这个保险多好，比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好，牧师在高雄牧会的时候，教会有一个长老，当时在大概50年前的当时台湾还没有非常好的那个西药的一个代理商，所以在海港边很多人经营这个医药的事业，就是说我从香港，我从外国进一批医药，或是西药哪一种药，或是打针的针剂那以前比较少大医院嘛都是诊所，那些医生都要跑来这些药商来买就是拨一些药，比如说我要几个针剂啦，几种药啦，就等于是单人购买所以生意很好。那这位长老呢，夫妻他们就设定了，他们在盐城区的闹区做生意，他们说我们礼拜天不开店，因为我们要去敬拜上帝，而且他的员工、他的职员说，你们也可以不用上班，但是要去教堂。看起来好像损失，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周休2日所以在礼拜天，就是这些医疗人员他们刚好休息，要来
他的店拿药批药，但是休息怎么办？他说你们下午再来，我们早上要做礼拜。他们因为这样并没有损失哎，反而下午一大堆那些医疗人员来给他们药，他们说我们得到祝福好多他们就因为谨守安息日，然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听到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不是那个萧美琴副总统被当选了吗？她就是萧美琴的爸爸的姐姐，爸爸的姐。当时他们在高雄哇，等于是好野人啊。所以呢，有时候神学院缺钱萧美琴的爸爸是神学院长，都要跑去找这位长老说：“现在好像神学院的钱不够用怎么办？可以拨一下来帮助。”而且他都不具名，有时候是私下奉献。神在这个长老的家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恩典跟祝福，是因为他们觉得圣日是神所赐给的，我就是要谨守，不是因为守了安息日那几个小时损失了，他们就少赚了，反而神给他们更多。那就是个信心的法则嘛，就像奉献一样，你表面上看的是损失，但神说我要给你。神帮你保留的，我想比你自己用手一点方法保留更多更重要，而且他要加倍赏赐给你。何况我们今天刚有提到了周休2日，我们其实要安排参加主日礼拜的时间并不困难会时间规划人，他就会守安息日，因为他是时间的安排非常的美好，也不会影响你的社交，也不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而且你会得到祝福，那是多好！所以我们规划怎么样做奉献，我的财务规划怎么样奉献是属神的，我怎么样规划什么神圣的时间是属上帝的，我想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基础了。没有人因为守安息日他变穷人，或是他变成一个这社会不被器重的人，因为他从守时间、守跟神的约定。他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他的整个性格的安排就已经站立在一个成功的基础上面。我特别期待我们年轻人，你能够看重这个守安息日、守圣日的时间，因为神在暗中给你的祝福，比你认真努力加倍还重要。这是圣经讲的，不是牧师讲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学习守安息日。很像奉献一般，刚刚已经提过了，把这个神圣的时间奉献在上帝的面前，并领受他的赐福。奉献也好，守安息日也好，还包括我们刚刚读的第5诫，你要孝敬父母，你在世上的日子要长久。这些你圣经常常读、常常念，这个祝福你都不要不紧。神要给你，你说这个跟我不重要，那你到底要得什么福气，我就不知道了。你人生不是要做美好吗？兴盛吗？得祝福吗？神就已经摆好了这些祝福在里面了。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来敬畏主、来朝见主、来敬拜神以外，最后我们更重要的，或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起聚集，要享受主内家人相聚的美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大家很出名的经文，一起来看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感谢主。我们为什么会准备爱心午餐呢？你一定不会认为说，哇，爱心午餐是一个丰富的大餐，比在外面吃一餐400-500块、500-600块的好。你不会认为这样，因为我们是简单的餐食。但是请记得，那个餐食的意义是让你一起坐下来，跟你一个礼拜可能见一次面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借由饮食分享神的恩典，分享一些你在信仰上的了解，或是彼此的鼓励，或是彼此的来更认识对方。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弟兄和睦同住。旧的圣经是同居啦，同居这2个字在文字上已经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讲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愿神借由弟兄姐妹，你看重奉献，看重主的圣日，你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
所显示美好的恩典。很多人因为守了圣日，神的恩典是许许多的见证说不完。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献上自己为祭。要唱之前，我说一个简单的解说。这边有解说到我们下一章，他还有一章，他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段话在圣经里面有2个意思，一个是大卫不是建了圣殿吗？然后这个帐幕就倒了嘛，我们要重建起来，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敬拜神的生活。另外，他的意思有更深的意思，说重建上大卫所建的王国，能够以色列能够重新恢复。那愿我们借由这首诗歌，再次确认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样的祝福。一起来唱，坐着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会唱的可以大声来唱，来。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我胸胸来担上，恩高厚是一经，迈开征战不慌，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让我们弃了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现再一次，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短短的一个回应的祷告。第一个，我们跟神祈求说：神啊，你在经文里面，你好多的地方应许守主圣日的祝福。神啊，我要这样的祝福，也让我能够有美好的时间规划，不会因为私人的杂物缠身或是烦扰，影响到我们跟神见面的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在社会是一个精英，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守主圣日的好基督徒。神的恩典赐福，借由这样的持守，又加倍的赐福在你的家中、你的身上。第二个，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神要医治他们，借由好的医生、好的医药，也让他们有信心得蒙神的医治。最后一个，我们借由周报里面常常提到的这5个祝福，求神赐下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人当中。第一个，有健康的身体；第二个，有兴盛的事业；第三个，心灵的喜乐；第四个，有美好的人际家庭关系；第5个，有美好的灵命成熟健壮。有没有用这些来跟神祈求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得着这个守圣日、主圣日的一个祝福，这样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也同样建立到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的规划，让我们成为守圣日的基督徒，也成为一个守时的基督徒，也成为一个在社会上被尊荣、被尊敬、荣美的基督徒。神啊，我们求你也保守教会中遇到病痛的弟兄姐妹，求你施下你医治在他们当中。主啊，也求你保守，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神5重的祝福：身体健壮、事业兴盛、心灵喜乐、人际关系美善、灵命成熟。感谢赞美你，天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因为守主圣日，成为一个胜利的、一个兴盛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要借由这样的谨守，
也同样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同样被建立。神啊，愿你施下你医治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当中，特别受到癌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静养，他们在接受最先进的治疗，能够有达到美好的效果，恢复他们的健康。也求神将五重的祝福赐福在我们在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健壮的身体，有兴盛的事业，有喜乐的心灵，有美善的人际关系跟家庭关系，特别是有健壮灵命的成熟。愿神将这恩典赐给每一位愿意追求、承认主是我们的救主，承认上帝是创造我们的神的当中。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兄姐，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看周报最后面，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一起来看报告。下周是由曾牧师来主理，司礼是杨中和执事，其他服事同工与奉献和聚会消息，请大家自己来参阅。这时候我们来看肢体交通。第一项，本会第一季定期长职暨首长联席会议定于下主日3月17第二堂礼拜后，于下午1点半在2楼会议室召开。请长职及执事及服事团队首长排除困难，预备心参加。第二点，今日为大斋节期第4主日，请预备心迎接3月24到30受难周与复活节。第三，代祷团队定于3月29礼拜五晚上7点50
至10点，在敬拜中心4楼举行基督受难日特别聚会。当晚也有安排恩典圣餐，请兄姐预备心领受。第4点，代祷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邀请兄姐继续加入禁食祷告行列。第5点，本会定于3月31主日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及圣餐及洗礼式，当天是在9点起合并举行一堂礼拜，由管弦乐团伴奏，圣歌队来献唱。当天也会有这个洗礼式，请参加成人小额洗礼或是坚信礼或信仰告白的，于3月24以前向干事索取名单，填写资料及个人的照片报名，那方便安排学道班。第6点，丧礼的消息，本会林慧兰小组长的父亲林宪志老先生于3月4日安息别世，享寿84岁，定于3月14日上午8点，在桃园中立民友会馆池方厅举行民间追思告别仪式，请为遗族代祷，求主赐下安慰与力量。第7点，其他消息报告，我们看第1点，本会下主日3月17日2堂礼拜会中将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请各位同心祷告，领受医治恩典。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本会定于下主日3月17日颁发2024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名单如下，请于下主日出席领奖，名单1、2、3是这个，请大家参阅。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3月17日颁发2023年读完全本圣经与背诵金句完成的奖励。那名单我们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也请于下周主日的时候出席领奖。那接下来我们看门徒培训事工与研习会的消息。我们看第3点，富强财务研习会。那本会财务部定于3月24日下午2点到4点，在3楼副堂举办财务研习会。那诚挚的邀请各牧区团队及单位部门的会计、出纳同工共同来参与。那一同来学习和交流财务的专业知识。那以上，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先来做介绍哈。今天呢，我们第2堂礼拜有好多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我一一来做介绍。第一位是陈胜华长老，他是从北投来的，北投教会来，在哪边？我们拍手欢迎他。陈长老，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他是我们席安兄的好朋友，因为席安兄以前也在北投教会哈，今天应该是来台南这边找朋友，欢迎你哈。台南较小热，嘿，你安尼较开挖，欢迎你哈。好，第2个是陈亮婷还有陈刘美金这一对就是怡婷的表哥跟阿姨啦，来这哪边？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欢迎你们2位哈。从澳洲来的，从澳洲回来的，哇，真的欢迎你们哈，欢迎你，欢迎你，澳洲现在听说很热哈，来这边凉凉的，好，欢迎你们2位哈，是怡婷的亲戚啦哈。第3个介绍的是陈珍妮，还有陈延成，应该是母女是不是？欢迎你们2位来，欢迎你们2位来，是燕皇的好朋友哈。他们记载说他们是专门在做人力中介方面的工作哈，特别从安南区来的，哇，很不简单这个燕皇的朋友，欢迎你们哈。还有一个万和燕皇的朋友叫黄丽华，丽华在哪边？这边欢迎你，欢迎你，黄丽华。还有一位谢新琴，也是燕皇的朋友，新琴呢？谢新琴，欢迎你。哇，今天燕皇姐妹的人气很旺哈，很多人都冲着你来。你有没有来听你带诗歌啊？有听看到哈，好。好，欢迎你们的。还有另外有一位叫李琦娟姐妹，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
哇，很年轻的姐妹哈，年轻的姐妹，还欢迎你哦。她特别注明说，她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富强教会哈，希望你看到的是比你想象的更美好，欢迎常常来好不好哈？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都很热情了哈，欢迎我们的期间姐妹哈，她也是在台南这边而已哈，欢迎你。那另外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教会呢一个新的同工哈，叫做郑元珍姐妹。你走到前面让大家认识一下，元珍姐来拍手欢迎她。好，元珍姐妹。好，元珍姐为什么要介绍呢？她是我们新的教会的整个环境整理的同工，她是我们的保罗牧区的姐妹哈她很辛苦很辛劳，在帮忙我们整理环境。牧师也顺便多讲几句，如果你能够帮忙保持卫生。不多丢一个垃圾，桌子上不丢一些脏东西，他就省事很多。如果全部要靠他，你看从礼拜一忙到礼拜六，这一个大楼在那边的地下室，你看一个人要做多久？特别是现在还凉凉的哦，再过2个月热死了，没有冷气所以我们为了爱神的教会，也为了让我们的元珍姐能够不会那么的吃力啦，能够省力，能够大家一起帮忙维护。特别是你如果有聚餐有便当大家随手把它整理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由元珍姐来带到外面去丢，还不要再帮你捡，还要帮你收拾这个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礼仪啦。包括在厕所，我们在洗手什么东西，不要溅的整个地板都是他要用拖把拖好辛苦我们也不只是体谅元珍姐，我们也有爱教会、爱神的教会所以让他认识他在教会忙的时候，也给他鼓励一下一个祝福，好不好？好，谢谢元珍姐，谢谢。好，最后做一个提醒跟补充就可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举行这个赞美礼拜这个赞美礼拜。那这一天只有1堂礼拜，31号。那请记得那一天我们有那个圣歌队的献诗，我们还有洗礼跟坚信礼。如果你要报名鼓励我们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来报名，我们尽量在这个礼拜就要完成报名，这样我们来得及做学道班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复活节。那另外就是我们在3月29号那一天是礼拜5晚上，我们要举行时刻需要耶稣这一个受难日的礼拜。那一天不只是参加小组的，我期待每一个人都来参加，因为一起要经历主耶稣的受苦，领受他为我们牺牲的大能，然后在礼拜天一起经历主的复活，那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属灵的一个经历属灵的经历。那再来就是我们有门徒学校，希望我们的同工要当干部的能够参加这个学校，这是第2级了。应该那个字大一点的就门徒学校2，1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这个2也是已经开始2-3个礼拜。我期待你如果还没参加，可以上课，然后后续没上的可以再补，没问题期待大家在这个天气变化蛮大的请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好，这样做补充报告，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吟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我们请项牧师来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当我们守主的圣日，我们就要领受从神加倍恩典跟赐福在我们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
请坐来默祷避会。